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。释法折言5。学道之事，依师导故，为人师表，得是照惑。学者奋修诸事，而积其品，终可治学于渊，是为人道，知学道也。在学习的道路上所获得的知识的多与少，深或浅，正与误，都是和老师的教育密切相关的，都是由于老师所指导的作用而形成的。作为一个当老师的人，是为人师表，随时随地都要做出表率，因此必须加强自己的修养，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渊博的知识，以作为学生的楷模。学生又必须勤奋努力的学习，在掌握一切知识的基础上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，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渊博的学问，才能达到高深无华的境界。这就是为人之道里面的不可更变的学道精华真谛之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